这个清明前后的一波降雨，互南投德山的桂竹仔笋大出。目前果菜市场的价销每公斤是大约20块左右，而且拢经过产销履历挂保证。爱食桂竹仔笋的乡亲是唔通错过这德山俗搁好食的桂竹仔笋。 去年年底，因为拢无落雨，大影响冬笋的产量。加在伫咧清明节有落一波雨，会当看到真济桂竹仔笋当伫咧大出。今年雨水拄好，伊伫清明节前拄好有落迄阵雨，所以今年的产量无啥物影响啊。德山店伫咧中价海拔的所在，真适合种桂竹仔笋。来到德山店的笋仔市场，真济档拢无用伫咧处理桂竹仔笋。产量高峰的东西，它价格相对一定是比较平稳。对，现在可以来买了，现在超便宜又好吃。 这个充满膳食纤维啊，它没农药、没肥料，很天然。桂竹仔笋有真济纤维，不管是摕来炒肉时，或者是做笋干控肉，拢真适合。而且德山店的桂竹仔笋拢有经过产销履历的监督，就是希望让大家食安心个健康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